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2015年嘅英皇娛樂嘅女新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Lilian 陳凱彤。我亦都係參加過2013年嘅英皇新秀歌唱大賽而攞到冠軍，所以今年有機會出道，係啦。而上個月呢，自己就推出咗人生嘅第一首歌《第一眼》。其實呢首歌呢係講一見鍾情嘅，當自己有夢想，又或者當見到你中意心儀嘅人嘅時候呢，勇敢去表白啦，勇敢去追夢啦，就恃住自己仲後生嘅時候，同埋仲有 energy 嘅時候，就去任性咁去追夢，去追求愛情。咁自己嘗試過就無悔㗎啦。我自己就對唱歌其實一路都好中意，所以先至會參加咁多嘅比賽。而好多謝公司今年信任我，係啦，俾我做新人。希望大家都同我一樣啦，相信自己嘅第一眼。我嘅第一眼就係中意唱歌，你呢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今年嘅新人 Lilian 陳凱彤，你睇緊嘅係 HK Online TV。